另外，川普已经公布伊新一波的人事名单，伊是提名44回的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格赫塞斯来做美国的国防部长。另外，企业家马斯克也包括马斯瓦米会去伊新设的一个政府效率部去内底做代志。也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川普已经是提名国家情报总监雷克里夫去做局长。得到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赫格塞斯，2014年进入福斯新闻进程，北京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失败。福斯新闻网长期支持川普，赫格塞斯也是川普的支持者。伊毕业伫普林斯顿甲哈佛大学，被派驻古巴、关塔那摩、伊拉克甲阿富汗，2摆得到同青勋章。国防部是美国联邦政府内底上大的公务部门，年有算大约合代票27.5千亿。组将300万的部队甲文职人员，过去大部分是由资深的将领，也是军事体系内底人选来出任。另外，组将移民、国内安全事务甲特勤局的国土安全部由南达科他州长诺姆出任。诺姆是川普的长期拥护者，伊都是川普考虑配合竞选的副手人选。Your money is being wasted, and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is going to fix that. 选前出钱高副选有功劳的特斯拉总裁马斯克，一家企业家拉马斯瓦米主将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川普经由声明指出，会有2个人来简化政府官僚组织甲监管的体系，减少支出的浪费。这部门的任务会伫2026年7月测试进程来完成。Above all, my fidelity and loyalty will always b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my actions as DNI will reflect that commitment. 伫川普顶一任期最后1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雷克里夫得到提名主将中情局。担任德州众议员的雷克里夫是川普多年的忠实盟友，伊的反中立场真明显。伫担任情报总监就不明示，中国是2战以来对全球民主自由上大威胁。另外，2摆出马竞选总统的69岁前阿肯色州州长赫克比得到提名担任驻以色列大使。赫克比一向是以色列坚定的捍卫者。伊捌主张巴勒斯坦人无存在，伊甲川普维持密切的朋友关系。赫克比的查某囝捌伫川普任内担任新闻秘书，就是阿肯色州的州长。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